千呼萬喚，球王美斯都冇落場，球迷大叫回水。大家好，我係金達利。香港自從李家超做咗特首之後，搞咗一連串振興經濟嘅活動，咩夜繽紛、盛事經濟嗰啲，但係好似全部都唔係好成功，有啲仲變咗做笑話添。例如上年2月4號，美職聯足球隊邁阿密國際受邀同香港聯賽球員組成嘅香港隊喺香港大球場踢咗場表演賽，張飛嘅價錢由港幣800蚊至到4880蚊不等，打破咗香港所有球賽嘅最高票價紀錄，但係竟然吸引到成200萬人搶飛，仲喺開賣1個鐘頭內賣晒。票價咁貴，係因為大家都以為國際頂級足球巨星美斯會落場踢波，甚至會同球迷互動。結果係美斯1秒都冇落場，全程坐喺後備席度。賽後現場近4萬名球迷大感失望，喺比賽末段大叫回水，仲話呢場波係世紀騙案，因為除咗香港球迷，仲有唔少大陸或者東南亞嘅球迷專登搭飛機或者高鐵嚟香港，就係想一睹美斯嘅風采，結果咩都睇唔到。當時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霍啟山同主辦方 Tatler Asia 喺賽前高調宣傳，話呢場係香港2024年最矚目嘅體育盛事之一，仲攞咗政府1600萬嘅資助。楊潤雄仲話，政府贊助條件係除非有安全或者健康問題，美斯一定要落場踢45分鐘。美斯就當然睬你都傻啦。結果港府喺賽後出咗份新聞稿，話對美斯冇落場同球迷一樣極度失望，希望主辦方同球隊可以俾個合理解釋。教練馬天奴事後解釋，美斯有肌肉炎症，醫療團隊一路都有評估佢嘅狀況，但因為未好返，加上美職聯賽2月底開波，所以決定今場俾佢休息。咁樣講當然平息唔到眾怒啦。作為表演賽，俾美斯出場幾分鐘都好啊。最後盛事變咗做憾事，主辦單位 Tatler Asia 宣布會退返50%票價，俾透過官方渠道買飛嘅人，仲撤回政府1600萬嘅資助申請。邁阿密國際離開香港之後去咗東京，下一場表演賽係2月7號對日職球隊神戶勝利船。美斯喺60分鐘替補出場，踢到90分鐘完場。總結邁阿密國際1月開始嘅亞洲4場表演賽，除咗對香港聯隊，美斯場場都有踢，加上美斯拒絕同特首李家超握手合照嗰陣，仲特登企去角落位，合照完拒絕任何訪問，直接走返更衣室，咁樣引起咗好多猜測，美斯係咪對香港站嘅安排有啲唔滿意呢？據香港01報道，港府喺賽事前開咗份100萬港元嘅合約，要求美斯去維港遊船河同參觀啟德體育園等活動，向國際宣傳香港，仲希望可以同香港市民交流。不過邁阿密國際早喺賽前已經拒絕。美斯雖然冇參加港府嘅官方活動，但佢同隊友抽咗啲時間同患癌症嘅小朋友見面影相，仲送咗簽名相俾佢哋。2月7號，美斯喺微博用中文同西班牙文發文，話佢大腿肌肉受傷，所以冇辦法喺香港落場，仲話好遺憾。2月19號，美斯再喺微博發咗條片，否認自己係因為政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冇踢波，強調自己係因為肌肉炎症，喺沙地第一場友誼賽就已經唔舒服，但係到日本賽前傷情好返啲，為咗可以盡快恢復狀態，所以替補出場。大家對呢個解釋又滿唔滿意呢？本來想借美斯宣傳香港做盛事之都，結果搞砸咗，最後將所有責任推晒俾主辦單位。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仲喺2月7號晚喺社交平台提議禁止美斯入境香港，呢個建議真係好搞笑。希望政府可以吸取經驗教訓，
下次記得簽好合約先大肆宣傳，唔好再令香港變國際笑話啦。好啦，今集係香港七事回顧系列第一集，之後會繼續講落去，希望大家留言俾啲意見。我哋下次再見。